后来随着台湾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，有部分的民众嘛愈来愈焦虑。高雄一个单休者就讲，最近伊就有5、6个朋友拢真不安，严重的甚至唔敢来出门。心心科的医师嘛讲，最近确实有袂少这款的患者，但是其实只要做好着个人的防护，拢唔免伤过紧张。暂时甲手机甲电视关掉，做其他充实家己的代志，来转移注意力，拢会当放松心情。落楼梯摸手环，赶紧摕干洗手消毒一下。便所门花厝内壁，就算伫厝摸到任何物件，拢爱马上清洁消毒。惊手会去摸到病毒，有人过度的清洁，致使这手拢敏感。也阁有人体温较悬，小可就真紧张。高雄这位陈小姐讲，最近伊的朋友5、6个拢出现无共的焦虑症状。那现在只要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身体的一点点不舒服，就会疑神疑鬼，说自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。看到确诊的人数一直增加，有人就会紧张不安，无法控制家己，一直咧想，就容易出现着失眠、心跳扑扑踩、不安的情绪，影响生活。有些人他又害怕又想看，所以随时都来看电视，甚至于跟人家讨论，现在又增加了几个哪里变得很危险，反而那个焦虑度是被放大的。医师建议疫情的资讯应该掌握，但是唔通过度的关注，只要确实做好个人的防护，就免过度的焦虑。适时关掉手机甲电视，去做其他的代志来转移注意力，趁这个时间去充实家己，卖当放松心情。